建伫个樟埔县赤岭社族乡石伊村的郑玉堂，是闽南地区社族的重要祖师，也是台湾樟埔男士宗亲的祖师。郑玉堂建伫个明朝嘉靖年间，到现在已经有500多年的历史，是两镇两农格局。樟埔若是家庙，伊的这个堂号堂号叫做忠义堂。忠义堂意思是讲，陕西一个蓝天意，忠义蓝田，意思讲石头种大土地伊会变摇啊起来。意思讲，这是一块风水宝地，作为姓人的祖厝家庙啊，大家来发展子孙。这个就是讲，阮明清两朝地。郑玉堂的这个文官武将5品以上的控，这个106个，最主要的3位的提督哦，那里就是福建陆路提督啊，那通镇是福建水师提督啊，那原梅是福建水师提督兼陆路提督，3提督，8大总兵拢是阮郑玉堂的祖先。